说水阁好，古称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比咱来研究台湾的俗语，来讲过去汉文内底有一句话讲：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以人言无二三。意思呢，出世做人一定有艰难，一定有苦楚。永远艰难的、苦楚的比较欢喜的时加真济。不过咱无在条讲互听呢，因为一人有一种的造物嘛。而且我有一句俗语话咧讲做娘快，做艰难。表面讲外口面表面看起来人遮尔啊请赢，行到倒位众人咧赞声，咱无去想讲人原来有翻头背后辛苦的一面。咧做娘足快啦，手骨伸出来人提倒来啊，等人奉台。毋过换要做干，环境变迁啊，你无娘通好做啊，毋是少奶奶啊，就爱屈落去做查某干的时阵，你敢做会落？油欠入车院用院啦，油车入欠难啦。但是人若真正屈会落，做干安怎样为难，伊就担当起来，安尼人就真正会成功啦。结果吼，有真侪人毋是，谈卡之后，讲嘟嘟，讲批评指教，讲人吼毋知迄个财产对倒位去骗去拐来啦。咱实在毋好讲即个话，毋通用迄个猜疑的角度咧讲判断，咱就要去理解讲，我哪有另外一句俗语话，伊讲。无食人的家内菜，毋知人的家内代。对，既然若甲安尼生，古人一人一家代，公马随人菜啊。咱毋好讲，干那看人好，咱结果拢共批评。咱怨人有，结果吼看人较困难的时阵，咱换咧藐视人，换咧嫌人无。即款的工课毋通做，咱就要了解讲，人家内有古人家己一般的造物，毋则讲。人真正拍断手骨的时阵，伊嘛无要互咱知呢，无毋对。人世间伫咧行搭，自然就是有内外嘛。咱若讲无食人的家内菜，咱自然就毋知人的家内代。人所啉落的苦汤，咱无理解的时阵，咱毋通讲用批评角度咧看待人的成功。这是过去的俗语，互咱现代启示。当然讲到过去的俗语，咱嘛知讲农业时代真侪俗语，拢是用农业的情景来比拼。所以第三句甲即句无食人的家内菜，毋知人的家内代，意思要挖。即句讲做共条牛，小在气力。对，农业时代牛条一人一条，恁兜饲的甲阮兜饲的都无共。不过咱啊共条牛内底咧，咱互相就知影讲，即只牛有在条拖犁拖偌久，迄只牛吼。已经较瘦啊，已经较有岁啊，伊气力就较有限。原因就是因为人咧食家内菜门关起来的时阵，人咧讲家内代时阵，咱毋知，啊，咱就共条牛，共款即条的牛，咱毋则真知影。所以俗语毋则一句话，布地是定咧讲见真人莫说假话。我若是内行对内行啊，咱就爱讲坦白话。毋过若外口面，咱咧讲话有隐瞒有暗藏，这是天生自然。咱也毋通安尼要紧要讲探人的消息，你讲看有影无？